五臟有火，人難受。中醫教你嚟調理。第一，胃火旺呢類人咧會出現口臭、口渴、牙齦腫痛、容易肚餓、大便乾。呢種情況可以用適合5克蒲公英、3克浸水嚟飲。第二，心火旺，主要表現為反覆嘅口腔潰瘍、心煩易怒、舌尖紅、小便短赤、中意發夢。呢個時候可以用梔子5克、蓮子心3克泡水飲。第三，肝火旺，主要表現係口乾口苦、容易發脾氣、小便顏色黃，以及兩脅脹痛、目赤腫痛等症狀，可以攞菊花、薄荷6克浸水飲。第四，腎火旺，呢個時候容易出現頭暈、眼花、五心煩熱、耳聾耳鳴、腰腿酸痛、盜汗等嘅情況。呢個時候可以用桑葚5克、枸杞子5克浸水飲。第五，肺火旺，主要表現為乾咳少痰、痰黃、口乾舌燥、喉嚨腫痛。呢種情況可以用麥冬5克、金銀花5克浸水飲。